过来是高雄的左营南马坑的选区，民进党的立委刘世芳放弃连任。最近有消息传出来，讲无党籍的高雄市议员黄捷可能会来转战这区来参选。不过最近有一份民进党伫地方流传的民调，有几内的在地议员民调拢超过20%，李碧的上悬有42%。黄文志23%，李雅辉嘛有26%，敢若黄捷伊敢若9%尔。针对这份流传的民调，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佮发文章来写讲，我今仔日暗时超级讨厌民进党，而且甲黄捷话加油。黄捷是出面来回应，讲伊已经接到通知，并不是伊出来选。昨天深夜有接到党中央来致电跟我，告知了，就征召的人选应该不会是我。这党伫咧指南区美食面店食炊饺铺网路，乃才过一天，就已经无机会参选立委。传出民进党中央本地想要互有全国知名度含指标性的黄捷来参选左南立委。黄捷本身嘛是要选，昨暝资深媒体人周玉蔻铺文，高雄左南立委候选人提名，民进党在地议员赢，凊彩啦！我今日暗时超级讨厌民进党黄捷加油。不过无明确讲啥物出战。根据了解，一份林营地方的民调显示，党内可能连选的讨论，议员李碧雅是全部连选内底上悬的，有42%，李雅辉26%，黄文志是23%，黄捷敢若9%尔。这个民调我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我想这个数字就留给大家解读。最重要的是中央党部这边对于这个选区的想法是要由在地的议员来，或者是要找民主大联盟来，那这个基础是什么？市议员李碧雅捌做过前市长陈桥的机要，27号伊就伫咧面册铺文，要全力争取顶调，佮和黄捷伫咧同一天铺文，佮伫咧同一间炊饺面店食好食的料理。即马也是想伫咧这个选区出战，嘛受到各界注意。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hat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